天文台發出最新熱帶氣旋警告，3號強風信號現正生效。預料本港平均風速每小時41至62公里。喺午夜12點，熱帶風暴海馬集結喺香港嘅西南偏南大約240公里，即係北緯20.4度、東經113度附近。預料向西北或西北偏西移動，時速約12公里，移向廣東西部沿岸。喺晚上嘅10點半至11點半，喺昂坪、長洲同埋長洲泳灘錄到嘅最高持續風速分別係每小時112、83同埋76公里，最高陣風分別就係每小時145、99同埋98公里。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，香港鄰近海域汕尾以南、香港以南、沙堤以南同埋海南島東南沿岸吹烈風，南澳以南同埋北部灣以南係吹強風。天氣概況，晚上11點鐘，熱帶風暴海馬集結喺北緯20.4度、東經113.1度附近，其中心附近嘅最高持續風速約為每小時85公里。預料海馬向西北或西北偏西移動，時速大約係12公里，移向廣東西部沿岸。同時，熱帶風暴米雷集結喺北緯14.3度、東經127.6度附近，其中心附近嘅最高持續風速大約係每小時65公里。預料米雷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動，時速大約係18公里，大致係移向呂宋以東嘅海域。24小時內嘅天氣預測，香港鄰近海域吹東至東南風7至8級，有零星嘅狂風大驟雨，海有非常大浪。香港以南吹旋風7至8級，漸轉吹南至西南風7至8級，有頻密嘅狂風大驟雨同埋雷暴，海有非常大浪。沙堤以南吹旋風7至8級，稍後轉吹南至西南風7至8級，有頻密嘅狂風大驟雨同埋雷暴，海有非常大浪。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，東部吹東至東南風5至6級，西部吹南至西南風7至8級，有零星嘅狂風大驟雨同埋雷暴。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：橫瀾島吹東南風8級，能見度係8公里；東沙吹東南風4級，能見度10公里；黃茅洲吹東南偏東風7級；澳門吹東風5級，能見度9公里，有驟雨。晚上11點半至到凌晨12點半，天文台錄得昂坪、長洲同埋長洲泳灘最高持續風速分別係每小時108、78同埋72公里，最高陣風分別每小時134、87同埋96公里。天文台表示，除非熱帶風暴海馬進一步增強，並且係採取較為偏北嘅路徑，否則改發更高信號嘅機會不大。天文台話，與海馬相關嘅雨帶正影響住珠江口一帶，預計會喺未來1-2小時為香港西部地區帶嚟惡劣天氣，有狂風同埋大雨，風勢係達到烈風程度。按照現時嘅預測路徑，海馬會喺未來幾個小時最接近本港，早上喺香港嘅西南大約係200公里掠過。預料3號強風信號將會係維持多一段時間，而喺凌晨2點鐘，熱帶風暴海馬集結喺香港嘅西南大約係250公里，預料會向西北或西北偏西移動，時速大約係12公里，移向廣東嘅西部沿岸。凌晨12點半至1點半，天文台錄到昂坪、長洲同埋長洲泳灘最高持續風速分別每小時108、75同埋68公里，最高陣風係每小時141、90同埋95公里。喺凌晨1點半鐘至到2點半鐘，天文台錄到昂坪、長洲同埋長洲泳灘最高嘅持續風速分別係105、73同埋68公里，最高陣風分別係每小時134、87同埋89公里。喺凌晨嘅2點半至到3點半鐘，天文台喺昂坪、長洲同埋長洲泳灘錄到嘅最高持續風速分別係每小時92、70同埋68公里，最高陣風分別係每小時130、84同埋84公里。預測本港今日係吹強風程度嘅東至到東南風，風勢有時疾勁，初時離岸同埋高地都係吹烈風，有狂風驟雨，雨勢有時會頗大。日間稍後雨勢逐漸減弱，氣溫介乎26至到29度，海有非常大浪。展望星期5同埋星期6仍然會有幾陣驟雨。而家室外氣溫係27度，相對濕度86%。
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：香港鄰近海域、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埋海南島東南沿岸吹烈風，香港以南、汕尾以南同埋北部灣以南吹強風。天氣概況：上晝3點鐘，熱帶風暴海馬集結喺北緯20.6度、東經112.7度附近，其中心附近嘅最高持續風速大約係每小時85公里。預料海馬向西北或西北偏西移動，時速大約係12公里，移向廣東西部沿岸。同時，熱帶風暴米雷集結喺北緯14.4度、東經127.2度附近，其中心附近最高嘅持續風速大約係每小時65公里。預料米雷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動，時速大約係18公里，大致移向呂宋以東海域。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：東部吹東至東南風5至6級，西部吹南至西南風7至8級，有零散嘅狂風大驟雨同埋雷暴。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：橫瀾島吹東南風7級，能見度10公里；東沙吹東南風4級，能見度10公里；黃茅洲吹東南偏東風8級；澳門吹東南偏東風4級，能見度6公里，有雨。上晝5點，香港電台一鄧志圖報告新聞：3號強風信號現正生效。天文台話，熱帶風暴海馬正逐漸遠離本港，但係本地普遍仍然係吹強風，西南部地區間中吹烈風。天文台話，按照現時海馬嘅預測路徑，強風會繼續影響本港一段時間。當本港不再受到強風威脅，天文台將取消3號強風信號。喺上晝5點鐘，熱帶風暴海馬集結喺香港之西南，大約係260公里，預料向西北或西北偏西移動，時速大約係12公里，移向廣東西部沿岸。天文台凌晨3點半至4點半，綠島、昂坪、長洲同埋長洲泳灘嘅最高持續風速分別係每小時94、67同埋61公里，最高陣風分別每小時132、77同埋76公里。預測本港今日吹強風程度嘅東至東南風，風勢有時疾勁，離岸同埋高地係吹烈風，有狂風驟雨，雨勢有時頗大。稍後嘅風勢緩和，雨勢逐漸減弱，最高氣溫大約係29度，海有非常大浪。展望星期5同埋星期6仍然有幾陣驟雨。而家室氣溫係27度，相對濕度86%。3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現正生效。喺上晝4點半至到5點半，天文台喺昂坪、長洲同長洲泳灘錄得嘅最高持續風速分別係每小時90、65同58公里，而錄得嘅最高陣風分別係每小時135、73同埋72公里。跟住一節華南海域天氣報告，警報：香港鄰近海域、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島東南沿岸吹烈風，南澳以南、汕尾以南同北部灣以南吹強風。天氣概況：喺上晝5點鐘，熱帶風暴海馬集結喺北緯20.7度、東經112.3度附近，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大約係每小時85公里。預料海馬向西北偏西移動，時速大約12公里，移向廣東西部沿岸。同時，熱帶風暴米雷集結喺北緯14.3度、東經126.7度附近，其中心附近最高嘅持續風速大約係每小時65公里。預料米雷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動，時速大約18公里，大致移向呂宋以東海域。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：香港鄰近海域吹東至東南風7至8級，漸轉6至7級，有零散狂風大驟雨，海有非常大浪。香港以南吹東南風7至8級，漸轉吹南至西南風6至7級，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同雷暴，海有非常大浪。沙堤以南吹旋風7至8級，稍後轉吹南至西南風7至8級，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同雷暴，海有非常大浪。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：東部吹東至東南風5至6級，西部吹南至西南風達8級，有零散狂風大驟雨同雷暴。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：橫瀾島吹東南風7級，能見度10公里。東沙吹東南風4級，能見度10公里；黃茅洲吹東南風8級；澳門吹東南偏東風4級，能見度6公里，有雨。
天文台表示，當本港不再受到強風威脅，天文台就將會除下強風信號。由天文台高級科學主任黃永德講述最新嘅天氣情況。3號強風信號呢，而家生效緊嘅熱帶風暴海馬呢，集結喺香港嘅西南。咁預料咧向呢個西北偏西移動啦，移向呢個廣東西部沿岸嘅。琴晚到今朝都有多個小時咧，最接近本港嘅時候咧，咁就嗰個海馬係距離香港大約240公里度啦。咁海馬咧正係逐漸咁遠離本港，咁但係咧就係本地咧普遍仍然吹強風嘅。咁啊，當呢個本港唔再受呢個強風威脅嘅話呢，咁天文台就將會取消呢個3號強風信號嘅。咁至於天氣嚟講呢，就今日呢就會吹呢個強風程度嘅東至東南風啦。咁風勢有時疾勁嘅，離岸同埋高地呢係吹烈風，咁係會有狂風驟雨啦。雨勢有時頗大嘅。咁稍後呢風勢會緩和啦，而雨勢亦都會逐漸減弱嘅。今日最高氣溫會係29度啦，咁啊海有非常大浪。咁展望呢，星期5同星期6呢就仍然有驟雨嘅。